節分享會即將開始，有早苗嘅陪伴，令到我可以好安心、好勇敢咁去闖。喺迷茫當中，我收到一封 email， 係早苗 VIE 院前實習計劃，一線又一線嘅窗又出現喺我嘅面前。在那個至關重要的人稱四岔路口，一張印有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的海報進入我的視線。而家我哋先有請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主席盧繼祥先生致歡迎辭。未來我哋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會繼續努力，為更多青年人搭建實現夢想嘅平台。希望亦都相信喺大家嘅支持之下，祖國嘅幼苗祖苗定必茁壯成長。青年係我哋國家嘅未來，亦都係我哋香港發展嘅動力，就好似幼苗承載住嘅希望。隨住我哋教育方面嘅發展，人才集聚高地咧，我哋教育呢一個嘅產業咧，其實係一個好有競爭嘅優勢。我們亦邀請了祖苗 GCE 計劃的2個內地協辦單位，分別是北京協辦方中國國際人才市場和上海協辦方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代表，以錄製視頻的方式致辭。希望同學們能借這次總結會，充分分享實踐體驗，深入汲取經驗，將這段寶貴的實習經歷轉化為未來個人發展的扎實動力，攜手為國家的繁榮和社會進步注入更多的青春能量。也歡迎祖苗的學員們能夠以多種方式、不同的角色，繼續參與到滬港合作中來。而家我哋有請我哋3位團長上台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大家的業餘生活，更讓團隊在工作之外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喺咁專業嘅地方工作，係唔單止提升到我自己嘅業務能力啦，而除咗硬性嘅技巧同技能之外咧，我認為人與人之間真誠同埋聯結都好重要。好多謝 GC， 好多謝祖苗俾咗今次有機會我哋去探索上海呢個地方，同時可以識到咁多人，可以製造到咁美好嘅回憶。我哋都邀請咗2間同步開放北京、上海實習崗位嘅企業代表，親身同大家分享點香港嘅學生原來係咁優秀，係咁勤奮，同埋佢哋係好願意去學習。咁越問嘅時候咧，越睇到佢哋其實對於一啲營商之道嘅興趣啦，睇到其實佢哋係好有興趣去了解多啲啊，其實一個 business 係點樣去 run， 點樣 operate。揀出我最喜愛嘅發現北京作品，同埋我最喜愛嘅發現上海作品。咁我哋事不宜遲啦，就到呢個拉票環節啦。係 B6 組啊！第1名係 A3 組。哇！